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23，旧历的12月初1，礼拜5。天气真冷，透早因为寒流甲辐射冷却的影响，上低温伫苗栗只有3度9，创下着入冬以来的上低温。气象局讲，拜六平安暝到过工耶诞节的透早。 会比今仔日搁较寒哦，爱到后礼拜1才会较烧热。但是后礼拜会搁来吹东北季风，后礼拜3甲拜4，大台北地区甲东半部会落雨。到元旦，北台湾的天气会搁翻湿冷。 小小豆冷出热，天气真正有够寒，啉一杯小的豆冷，安尼较烧热。特别是在我们的竹苗跟比较中南部的金山区，还有花东宜兰花莲的金山区这一带，普遍呢都出现了10度以下的低温。 今日阿里山透早3点38分，干那0.4度，玉山搁较冷，透早5点8分是零下8度9，连平地上低温出现伫苗栗嘛，干那3度9，这是入冬以来上低记录。那最低温在礼拜天之前都可以出现10度以下的温度。寒流一直影响到耶诞节，尤其是早暗的低温搁较明显。 气象局长郑明典透早嘛伫面册打出台北过去24小时温度的变化，会使看出每日的温差超过9度。那一直到礼拜1之后呢，可以看到礼拜1之后温度才会逐渐的回升，但是清晨还是相当冷的哈。不过后礼拜有东北季风，尤其是后礼拜3、拜4，大台北东半部拢会落雨。气象局估计到元旦北台湾天气恐惊是湿湿冷冷，规划跨年活动的乡亲爱穿好袖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